主后2023年8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正做传授智慧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箴言第4章第1节到第9节。我的囝儿啊，着听老爸的教示，着专心学习，才会明白。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，毋通放杀我的教导。我嘛捌做老爸的囝，是老母上疼的孤囝。老爸有教示我讲，你着记牢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。着找求智慧，找求聪明，毋通袂记得，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。毋通去杀智慧，伊会保护你；着依赖智慧，伊会照顾你。智慧上重要，着拍拼找，着付出你一切所为来兑换聪明。你尊重智慧，伊会高举你；你疼惜伊，伊会互你尊荣。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，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。正做传授智慧的人。箴言第4章第1节讲到的老爸，伊笔来原文也通译做师父。以色列人认为老爸是囡仔智慧的启蒙老师，若是传授智慧威业的智者，就算袂当取代双亲，总是也伫某一寡方面扮演双亲的角色。老爸甲师父之间的共同点是传授智慧。箴言作者用老爸也是师父的姿态，延续箴言前3章的风格。伫第4章一开始，搁再用命令的口吻，爱少年人专心听探伊的教诲，强调伊所传授的教导是好的。若留心听探遵守，就会当得到好处。不过，有一点是前3章无提及的。第2节到第4节写着作者细汉的时受老爸也是师父的指教，体认到智慧的重要和好处，对这中间得到极大的影响甲祝福，促使伊担用老爸也是师父的身份，劝勉少年人着追求智慧。换一句话讲，假使箴言作者伫成长历程中无拄到启蒙伊智慧和信仰的老爸、师父，少对智慧抱持敬畏和认真追求智慧的智者引带伊，恐惊作者袂得到智慧和对你来的好处，搁较袂一再劝导少年人爱追求智慧。伫一生中，咱必然拢拄过深刻影响咱生命甲信仰的人，亲像父母、老师、朋友，还是一本册、一场演讲、一部电影。若是因形成的影响力，绝对毋是凭空产生，因为因以前必定也深受别人的智慧启发，还是认真面对生命的感动和上帝的启蒙，促使因踏上追求智慧、认捌真理的道路，通伫后来会当甲因所领受到的智慧分享予咱，鼓励咱着追求智慧，因为迄是偌尼啊美好。借着传承分享的过程，智慧继续存在伫世间，每一个世代拢有人受引带
激励追求智慧，毋领家己蒙福，阁互身躯边的人，甚至全人类拢蒙福。既然安尼，咱无应该简单致力伫诚侪追求智慧的，搁较应该按着诚侪传授智慧的迈进。检测这是无容易达成的目标，可是假使咱忽视也是逃避，就会少一股互智慧甲真理代代延续的力量，无法度互别人蒙福，搁较袂当互世界变甲搁较好美善。以外，当咱期待家己诚侪传授智慧的，就会搁较有动力追求智慧。检测一开始只是因为责任感在教导，总是后来会发现，做教导的收获袂比做学生得到的较少，而且还当体会到，原来家己会当祝福影响别人的性命是偌尔大的福分，搁较重要的是，会当激励引带别人追找智慧，搁再蒙福，拄呼应和实践主耶稣为别人得活的性命。当咱乐意传授智慧，也当避免只是为着互家己蒙福在追求智慧，袂变成自私自利的人。默想，我要对倒一寡人领受智慧的祝福，我通安怎延续因的做法？我要对倒一寡人领受智慧的祝福，我通安怎延续因的做法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透过教导者将智慧传授予我，求你帮助我有意愿和气力，诚做传授智慧的人，予别人领受智慧，得到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